Hello， 大家好，歡迎收聽宏觀散打。今日係5月6號星期三嘅。今日其實就想回應一下呢，就一個朋友兼讀者啦嘅一個提問咁樣嘅嚇。咁我上個禮拜就講過話對澳洲嗰個經濟嘅一個睇法啦嚇。咁就話其實澳洲都創造咗一個記錄嘅，就係過去20年呢就未曾出現過一個經濟衰退嚇。即係最低限度喺個 GDP 嗰個數字上面嚟講嘅話啦嚇。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絕對係即係相當驕人嘅一個成績啦嚇。咁但係我就睇法就係話，其實呢個咁嘅奇蹟啦嚇，或者個神話咧嚇，有機會可能要畫上一個句號啦嚇。最低限度就係一個即係逗號啦，即係暫時停一停咁樣啦嚇。咁我就有個朋友咁樣聽完嗰次嘅即係我嘅謬論啦嚇，咁就有少少不以為然。咁呢個就咁呢個朋友亦都係即係佢移民咗去澳洲噶啦，咁即係一個澳洲嘅朋友咁講，咁就話，喂，佢話即係當然澳洲嘅即係呢個天然資源嘅特別係礦材嘅出口就當然係受到影響啦，因為嗰個價格大幅下跌咁樣啦嚇。咁但係如果睇翻澳洲個整體嘅經濟環境嘅話，個經濟增長仍然係即係正數增長嘅喎。譬如話睇翻個就業市場嘅話，嗰個即係就業情況，有最近嘅一啲數字嘅話，係見到有新增職位同埋個新增職位比市場預期嘅亦都好嘅喎咁樣。再其次嚟講嘅話，如果譬如睇翻嘅澳洲嘅股市咁樣，其實澳洲股市咧亦都好有趣，就係話過去幾年嚟講嘅話，其實澳洲股市咧係一路節節上升緊嘅，即係甚至乎咧今年較早嘅時候咧，澳洲當地嘅指數升到上去呢個6000點嚇，咁距離嗰個歷史高位即係講緊係2007年，即係2007年嗰陣時嗰個即係個商品super cycle 嘅頂峰嗰陣時候啦嚇，當時澳洲嘅股市咧就大概係6800幾點，咁所以其實今年咧慢慢地又上翻上去6000點，其實距離嗰個歷史高位都唔係爭好多啊，講緊都係爭10鬆啲 percent 咁樣。咁所以嗰個朋友就話，如果你睇翻呢啲咁嘅數據嚇，又似乎都唔係顯示澳洲個經濟係好差啫喎。嗱，再加上嚇，即係大家如果有留意一啲消息嘅話，咁你見到就係澳洲嘅房地產價格係即係特別係主要城市啦，即係呢個雪梨啊、墨爾本啊嗰啲嘅話，其實個房地產價格係不斷係一路創緊新高，甚至乎即係嗰個升幅都相當之凌厲啊嚇。因為我哋強國嘅同胞啦嚇，就大舉拿住幾篋cash 咁就在嗰邊嚇，就呢個銀彈政策就直情係同我哋搶購，因為即係呢個朋友咧，亦都講到就話，其實喺即係最近呢段時間嚟講嘅話咧，佢見到好多一啲譬如話屋嘅拍賣啦嚇，佢叫 auction 咁樣嘅話咧，其實係好多即係中國人嘅參與嚇。咁當然佢就咁從個樣，佢冇辦法確定佢係嚟自於即係國內一定邊度啦。咁但係就話係操一口即係純正嘅國語嘅人嚇，就參與呢啲競投咁，同埋即係真係即係 cash 嘅，即係唔需要借錢咁樣嚇。咁所以即係都係非常之踴躍咁樣。咁所以佢話其實即係會唔會係我睇得太過悲觀咧咁樣啊？咁所以我今次就即係想講一講呢個話題啦咁樣。嗱，其實譬如話即係中國嘅或者澳洲嘅樓市係冇錯，你見到呢個雪梨墨爾本係咁節節上升。咁但係其實澳洲央行同埋澳洲總理其實佢哋都有發表過，就係話其實咧澳洲嘅樓市咧，如果以整體嚟講嘅話，其實係一個絕對唔均衡嘅一個發展嘅。喺澳洲，除咗雪梨同墨爾本呢兩個城市嘅樓價上升之外咧，其他絕大部分地區嚟講嘅話咧，個樓價咧都係停頓甚至乎下跌嘅。特別係喺呢個即係西邊啊或者南邊嗰邊咧，其實樓價咧係一路偏軟緊嘅。即係問題就係即係雪梨呢個即係最主要同埋墨爾本啦嚇，即係兩個最大嘅最主要嘅城市嚟講嘅話咧，因為相對嚟講嘅話，佢哋嗰個即係供應量同嗰個即係需求咧係有一個失衡嘅關係嚟講嘅話咧，亦都係因為即係
中國嘅投資者其實嗰個注意力都焦點都係集中喺呢啲，即係我哋叫 prime of the prime 啦嚇，即係最核心、最中心嘅城市嘅地區嘅一啲樓盤嚇，咁所以咧就從而推高咗。咁所以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幾片面嘅一樣嘢，同埋我嘅睇法就係話，唔代表話因為有某一個地區嘅投資者大舉即係掃貨啊，就可以確保即係唔會跌噶嘛嚇。即係如果我哋睇翻歷史嚟講嘅話，即係譬如話80年代、90年代嗰陣時候，即係日本人掃貨嘅話，嗰個勢頭絕對係唔會比今日中國係嚟得即係弱嘅。即係當時嚟講嘅話，特別喺美國嚟講嘅話，美國當時嘅人嘅講法就係，因為當時我喺美國啦嚇，即係當時美國人就話：哇，日本仔會買起晒成個曼哈頓嚇，即係一個幾誇張嘅一個講法啦。咁但係即係當年嚟講嘅話，可以想像即係日本人喺美國即係買啲咁嘅資產嗰個氣焰啊，係幾咁厲害咧咁樣嚇。咁今時今日嚟講嘅話，即係中國人會唔會即係結果係比日本仔當年係比較醒目啲啊，即係唔會買貴貨咧嚇。咁啊呢個就即係有待歷史再同我哋分曉啦嚇。即係呢樣嘢就係咁啊。但係譬如話睇翻即係澳洲嘅股市嚟講嘅話咧，我諗呢個亦都係一個比較即係有趣嘅一個情況，因為如果睇翻澳洲嘅股市嘅指數啦嚇，冇錯。今年較早時嗰陣時咧，就係6000點，距離個歷史高位6800個點咧，唔係爭太多。但係呢一個係以澳洲紙嘅計算。嗱，如果我哋將呢個數字換轉去用以美金計算嘅話咧，其實咧今年嘅高位同即係歷史嘅高位咧，如果以美金計算嘅話，其實咧就已經係跌咗接近30%噶啦。咁所以其實嚟講嘅話，即係唔係冇跌嘅，係其實嚟講，或者因為只不過係即係個匯率嘅關係嚟講嘅話咧，就變咗好似如果用澳洲紙計嘅話，就似乎唔係跌咗好多咁。但係其實如果用美金計，即係如果以一個海外嘅投資者嚟講嘅話咧，其實咧澳洲嘅股市就已經係實質上下跌咗啦。不過如果以係澳洲本地人嚟講嘅話，佢哋可能就唔係好覺咁樣啦嚇。同埋嚟講嘅話，要睇翻澳洲嗰個股市指數咧，其實佢唔係話好充分反映到澳洲嘅嗰個經濟嘅實質情況嘅。如果我哋睇翻個指數入邊唔同嘅一個即係行業嘅分佈嚟講嘅話咧，我哋會見到咧個指數入邊咧有46%咧係金融業嘅嚇。咁而我哋大家都覺得澳洲好倚重嘅呢個物料啊，即係商品嘅話咧，其實喺個指數嚟講嘅話咧，所佔嘅百分比咧就只15%嘅啫。咁跟住咧有第3個最大嘅一個代表嘅行業咧，就係工業就係佔7.5%。咁跟住第4個咧就係一啲叫做必須消費品嘅行業，咁就佔大概7%。咁跟住第5個最大嘅部分咧就係一啲健康護理相關嘅，就佔6%咁樣。咁所以好明顯地咧喺個指數嚟講嘅話咧，金融業佔咗接近一半嘅份額。咁呢個係一個好主要嘅一個即係比重啦嚇。咁相反嚟講嘅話，其實喺過去呢幾年咧，即係好受到影響嘅，譬如話工業啦，即係呢個製造業啦，同埋呢個即係礦務業，即係呢個原材料業嚟講嘅話咧，即係就兩個加埋喺嗰個指數入邊咧，都只係佔到大概22% 多啲。咁所以其實係即係一個相對喺個指數，所以個影響力咧係唔大。咁所以其實你睇翻過去幾年嚟講，澳洲指數咧不但止冇跌，而係節節上升咧。其實咧係因為嗰個銀行或者嗰個金融業咧係一路帶動上升。但係呢樣嘢亦都即係大家要小心啲，因為咧如果睇翻近期咧即係喺澳洲就所謂叫4大銀行啦嚇。咁其實4大銀行咧，我如果冇記錯嘅話，最近咧有2大銀行咧就相繼係公佈咗最新嘅季度業績。咁個業績都比市場預期嘅咧係差頗多嘅嚇。咁甚至乎咧澳洲最大銀行啦嚇CBA 咧，我哋叫做即係 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 啦嚇。咁佢個最新到季嘅業績咧基本上係冇增長咁滯嚇。咁而銀行嘅即係高層咧喺度解釋嗰個業績嗰陣時咧，就話其實個原因主要咧嗰個業績不如理想啦，主要就係一啲同
一啲法規相關嘅開支大咗啦，同埋嚟講嘅話咧就係成本嚇，咁佢就冇好仔細地拆分係乜嘢成本啦嚇，咁但係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嗰個競爭大咗，咁即係其實咧而家亦只係其實我所解讀嘅就係話咧喺澳洲嘅金融業嚟講嘅話咧，其實咧都出現咗，即係雖然喺澳洲係得4大主要銀行啦，但係咧因為嗰個餅就已經係唔再點樣增長啦，即係個餅就唔再大啦，咁變咗即係雖然4間唔係叫好多嘅競爭對手，但係大家嗰個競爭係好劇烈，咁於是乎咧，大家嗰個 margin 咧一路都越嚟越薄，而另一方面嚟講嘅話，個成本亦都提高咗，咁其實呢個亦都係反映緊就係因為金融呢個行業咧，同經濟咧都係一個即係相當之緊密嘅一個寒暑表嚟嘅。咁如果銀行方面都反映緊就係話，咦，似乎都開始嗰個餅唔再增長嘅話咧，咁其實呢個亦都反映緊就係嗰個經濟亦都開始見到就係一個即係都好滯嘅或者停頓嘅一個情況。咁所以即係我諗就係有陣時我哋話個股市都反映緊經濟，咁但係我都成日講啦。股市係即係經濟係一面鏡子啦，咁但係個鏡嗰啲面鏡咧，有陣時嗰個倒影咧都係會有少少我哋叫 distortion 嘅，即係唔一定係完全係即係充分地反映，有陣時個影可能會係即係有少少斜咗。側咗歪咗少少有少少變形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大家喺度解讀嗰個股市同個經濟之間嘅關係嗰陣時咧，有陣時就要即係可能要深入多少少去了解啦。咁今日同大家就講到呢度，咁我哋星期五同大家再講下第啲話題，拜拜。